来看高雄路德的大社国小，甲能源教育结合生态，伫咧学校内面打造一个温室教室，用太阳能来发电。伫咧温室内面呢，培养7种的竹马。校长也讲，这竹马对生态环境是真敏感，因也希望讲透过生态循环的教育，让囡仔正确学到环境维护的观念。 教材教小朋友对，这是第一批。大社国小校长手提这盒标本是第一批饲的德泽糖，经过年外时间，这卖品种已经增加到7种。学校无论是教室内底，也是走廊顶悬，四界拢有德泽糖的饲养箱。校长讲，因为德泽糖对环境变化真敏感，这卖会当成功伫温室内底生态，代表这个生态环境嘛适合人。这个温室这卖唔那是一个能源教育的根本，也是环境维护上好的教材。我最喜欢龙虾，最喜欢龙虾，为什么？ 因为它很可爱，但是别人都会感觉它很恐怖。它就类似像绿胶竹节虫一样。这是从一个小屋子氢能屋，到一个大型的昆虫花温室，最后到一个能源科技教室。这能源科技教室，我还是期待说我的孩子可以从中自己去发掘我怎么改变。那未来他必须贡献到这个 社会上，太阳能通电之后，会和底下的水槽发生电解之后，生成氢和氧。大社国小是高雄唯一的能源教育辅导学校，学校将能源教育融入生态维护，对幼儿园开始设计一寡无同款的课程，将省能、俭能、节能3个重要的能源概念融入学校的日常生活。老师讲，这2年以来变化，可以真感慨，也真感动。孩子们，他们会对于这些东西更有兴趣，而且可以成为他们一个 我们说是一个辅导，或者是一个媒介，或是一个学校一个可以有归属感的一个角落，可以让他们在这个环境里面，得到更多的，我觉得得到更多的启发。校长表示，伊希望学校设计能源甲生态课程，让囡仔了解安怎去对待咱的环境，进一步去影响社会，这就是教育的意义。记者郭家祖、邱超勇、高雄采访报道。